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是班中的主角，2月份又嚟啦。今次咧，我哋邀請到咧5A 班嘅陳希晴同學、5A 班嘅周子睿同學，同埋6A 班嘅邱以亞同學咧，幫我哋讀出咧我是班中的主角喎。今次咧，我哋仍然請到我哋編輯黃安子咧，幫我哋剪輯嘅。1A 班陳浩然同學，各老師欣賞你在學業上同埋行為上都有明顯嘅進步，你熱心盡責，與同學相處得更加融合，期望你能保持呢個態度，努力成為一個自律守規嘅好學生，加油！1B 班大嘉欣同學，各老師欣賞你係一個純真、溫柔同埋可愛嘅小女孩，對人有禮，做事爽快，服從老師嘅教導，又樂於助人。老師最欣賞嘅係你在考試嗰時候運用咗課堂所學習嘅知識，可見你專心上課，認真學習，相信你嘅成績會不斷進步。A 班周子瑜同學，樂老師欣賞你喺各科考試不斷進步，下學期更擔任班長，照顧同學，用心教導佢哋，多謝你對2A 班嘅付出，加油！2B 班黃俊傑同學，麥老師欣賞你近來英文默書用心溫習，有好大嘅進步，2月嘅默書仲攞到110分添，真係好勁啊！要繼續努力啊！願你每一日享受喺學校嘅生活，努力學習，不斷進步，加油！3A 班姜欣穎同學，周 Sir 欣賞你勤力、好學、專心，上堂時十分投入，積極吸收知識。其他同學有唔明白或需要幫助時，你亦立即主動提供協助。老師祝願你學業進步，足球技術日益精進，練成倒掛金鈎。3Boy 班邱子彤同學，女老師覺得你係一個性格樂觀開朗嘅同學，佢欣賞你有責任心，努力完成老師交付嘅你嘅工作，做好科長嘅職責。另外，也有勤學嘅一面，知道自己默書成績未如理想嘅時候，會努力溫習，爭取到100分，甚至100分或以上嘅成績。老師希望你繼續保持努力向上嘅心，更多方面突破自己。3C 班林思晴同學，李老師欣賞你嘅責任感。今年你擔當咗1年班同學嘅小老師，你經常係第一個食完午餐便立即去負責班別，指導同學寫手冊同埋功課，幫助新嚟嘅同學適應校園生活，做得好，謝謝你嘅努力同埋付出。4A 班胡奕賢同學，廖老師欣賞你在學習時認真專注，成績名列前茅，但仍謙虛好客，做事有責任心，樂於助人，主動協助班上嘅同學，為人禮讓，也對新同學關愛有加。感謝你在班上嘅付出，成為同學嘅榜樣，繼續努力，加油啊！4B 班張柏琪同學 ，Miss Scott 欣賞你溫柔待人，又會關心同學同埋老師。你每天上課都踴躍答問，係班中嘅積極寶寶。老師更知道你會於課堂後專心閱讀，是大家嘅好榜樣。A word after a word after a word is power。4C 班陳思貝同學，余老師呢認為你係一個非常有責任心嘅學生，有愛與老師分享日常嘅瑣事，讓老師對你有更多嘅認識。好高興見到你今年能展露笑容，盼望你以後無論遇到咩事情，都能以積極樂觀嘅態度面對。5A 班吳希賢同學，顏主任欣賞你學習態度認真，力爭上游，成績名列前茅。你盡樂意為學校服務，仲積極參與體藝活動，喺各方面都有唔錯嘅表現。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嘅能力，增強自信心。老師為你打氣，加油！5B 班何樂賢同學，林老師歡迎你加入我哋5B 班。老師好欣賞你斯文有禮，上學專注。雖然啱啱嚟我哋學校就要考試，但係你勇敢咁樣努力面對，而且仲考得唔錯嘅分數。希望你越嚟越進步。
5C 班陳希賢同學，廖主任欣賞你喺第一隊入邊用心練習，盡樂於助人。你主動提出協助嘅方法，老師好欣賞你識得分享，盡幫助同學，期望可以喺各方面見到你有更多嘅進步。5D 班蔡成安同學，葉老師欣賞你可以喺短時間入邊適應本班嘅學習模式，欣賞你專心上堂，學習時用功，並當你喺訴求嘅時候，學識咗耐心聆聽同埋等待。老師可以見到你嘅成長同埋開朗嘅笑容，期望你可以協助帶領班中嘅同學一齊學習同埋成長，努力向目標前進。6A 班吳佩琪同學，周主任欣賞你每次考試前努力溫習數學，肯花時間將自己唔明白及常犯錯嘅地方重新做一遍或多遍，十分勤力，值得一讚。6B 班李俊廷同學，鄧主任欣賞你嘅學習態度，觀察到你自2024年年底開始轉變心態，每天專心上課，認真地完成數學家課，並能按時遞交。你積極嘅學習態度令我感動不已。只要你能持之以恆，相信不久嘅日子，你嘅成績會突飛猛進，讓每位老師都有目共睹。加油，支持你！6C 班柳子希同學，陳老師欣賞你喺視藝方面嘅天分，每次都十分專心繪畫，發揮創意，同時在中文學習上有明顯嘅進步，繼續保持呢個學習態度，將來會有更好嘅表現，加油！6D 班殷子浩同學，兩常欣賞你喺6年級開始有唔少嘅成長，當然身高長高啦，但更重要嘅係學習態度同埋行為上有好大嘅改進，成績都進步咗喎，希望你繼續努力，更加積極咁嘅心態升上中學。